小语讲了好。是，感谢科长，係為咗拍地，係，我咁樣禮拜哦，就是安尼啦，吼。係最近本地啦，是嗰啲頂管交代任務啊，是相關的業務啊，攏做了非常徹底，非常。即個市政府迄邊吼，公辦咧要甲咱獎勵，特別要撥一筆經費互咱。這就是要互咱的獎金咯。對啦，我知啊，咱會摕這筆錢吼來買一寡設備啊，互咱咧里長辦公室吼會較。里面辦公室啦吼，會較舒適。對啦，袂歹，聽起袂歹哦。迄邊面咧寫里長辦公室，你來講里面辦公室。里面要來的里長辦公室，會使更加替里面服務的時候。即個啱的想法，甲我完全共款。哎呦，讚啊！即個里面咧，叫做舒適的環境。對啊，所以今仔日有幾個廠商要來提這個產品來看賣嘛。有業務要來。哇，你好啊！大家好。哇！你今仔日，我穿這個內底是啥物足恐怖還是足厲害物件？要阮參觀呀這內底攏是寶貝呢。真的嗎？啊，我甲你講啦，最近哦，熱到要死安尼，啊，有啥物產品吼會用口較涼的無？有啦，最近卡袂到30幾度啊，你驚死人啊！即擺外口天氣吼，較袂到就30幾度，甚至要到40度。你若準講你摕迄安尼紙呢，熱來熱去就會當涼，我甲你講無可能。哦，這個時陣就要靠我這台。誒，我剛佇外口騎奧多曼，迄真正熱到像要熄去啊，感覺你知無？昨天你喜歡你敢若甲你無熟吼？來拍開。哦，這台我落尾去了。是啊，我都嘛共款嘞。你都嘛共款，多謝。對。我甲你講，這個時陣你就需要這台。誒，莫看我，莫看這台小小的電風。這台小小的電風咧，伊是為日本專工坐飛機過來的。哎呦，唔通看安尼小小一台哦，為這個黐落去。誒，伊有8段的風速，伊的風強甲袂輸，會當互恁兜做風台共款，而且伊的風大甲，互你吹甲會當起價不賠，有了無？哎，哥，真正有這兩個呢，我試看嘛，來，你看。你是有涼啊，但是伊這像伊這橋都歹，無倒嘢。只是我無倒掛伫身軀頂啊。我甲恁講，人客問題就是我上大的責任。這個時陣來，咱來頭前。這啥？這台伊嘛是為日本坐船過來的，所以較慢。哎呦，為這個黐落。誒，這邊我用。弟弟阿媽滾，安尼就有風啊有無？有涼無？涼咧。恁知影最近伫演藝界有一個真有名的歌星叫做伍佰。伍佰特別吼，伊要唱歌要開演唱會時陣，佇伊的台頂哦，攏會囥2台電風，然後你哪吹，伊唱歌才有氣魄。所以就是安尼。啊，毋過你嘛知影，最近啊，因為迄表演較少，所以經費嘛較少，迄舞台就愈來愈細，迄舞台頂面就無法度囥電風，伊就決定要甲我進這台，囥佇阿媽滾。你這是50，唔是500。差不多啦，你掛10台就500對無？啊，這有效呢。有效對無？有涼無？有涼呢。有涼細細無？有2個的感覺啊。小姐，我你點咧叫你？誒，每一人我顧慮較夠啦。對啦。哦。啊，像這款的頭頂安尼這邊怎處理？哈？哎呀，哦，親像阿阮的這款哦，其實我這個人做代志嘛是做生意哦，是改變良心的，所以我是認為醫生滴一頂帽啊，安尼風吹咧吼，較袂感冒啦。來，討論我的頭毛嘛。陽光阿阮的，你唔通灰心。灰心什麼呀？灰心啊！哦，你唔通放棄，唔通絕望，唔通對你的人生失去希望。我跟你講，這個有其他寶貝，江江，你看，這個有各個牌子，無共牌子的野球帽啊，會當互你做一個造型，而且，佫有這個上適合你的鞋啊！哎呦，刀鞋啊！哎呦，去種田呢，是不是種緣投的？這世人不是緣投過對無？是無？也佫有，你看，這頂安全帽啊！好，來，阿阮的，是要互我的嗎？是要互你的。阿兄啊，嘿，阿阮是我。阿兄啊，來，我
你弟，哎，哎呦，你特别哦，徛到摆，即个甲提起你有无？警察特别开你500块的罚单。哎呦，马上先500，啊你这个美软安尼呢哦，吹对呢咧，就两个对无？真的嘞，啊，那种美软呢，袂歹呢，感觉袂歹呢。我甲恁讲哦，若是有需要吼，尽量找阿亮啊，好有需要找阿亮啊，保证互你起模样耶。阮讨论了才该通知，看要变啥，好不好？感谢。弟的爱落钱哦，我月底甲甲恁辛苦我生气啊！我试看卖用啦。试看卖。怎么啦？我按多少钱啊？哎，我给你买，大家先试用看嘛的啦，我试用看小嘛。万年啦。好啦，哎呀，看过先。先看来，喂，带来这首歌曲《转去故乡》。我的双脚徛伫这，搁有我的灵魂。虽然我犹原是感觉孤单，无人会当叮当无人会当叮当。再来。哎，你请问你是5包？你敢你5包？你不是你开心贵妇祥？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富城。不是啦，我刚刚一开始收金枪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苏金哎，其实你边会嘛有成呢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李。无啦，较新迄个收金枪啊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苏金。 Michael Jackson 嘛有成。Michael Jackson 不要讲台语，恁耍袂？你到底是啥？你到底是啥？无啦，李长，歹势，我自我介绍一下。来，啊，这是我的美食哈。啊，是，我是这个互你爽公司的业务，我叫阿雄啊啦。哎，互你爽，哎，你另外这听起来怪怪呢，互你爽，怪怪的。不是听起来怪怪哦，是恁想的怪怪哦。哎，你这互你爽，毋就是咧迄落的啊？哎，啊！你唔通安尼误会啦，我咧看你安尼水啊，咧想这有诶无诶？哎，阮这公司哦，伫这业界吼。伫掠人的业界内底，非常的普罗。哦，掠人啊！我怪你教这个乌目镜啊，唔过嘛你嘛厉害哦，啊你看无看乌目镜，佫会使三妹数阮李长哦。对啊。你用感应啊？什么叫做三妹数？妹戏啦，妹戏，妹数是查某人逐个月呢。讲对呀，迄个啊，妹戏啦，我跟你讲。我目睭是看有诶，但是外口日头大，较挂墨镜。头家嘛无想看，无啊，佮找你出来做业务。啊，对，啊，互你送公司，你是咧卖什么的？哦，你问到重点，我卖的物件绝对要互你送。来，这厉害啊！你甲看这条，来这条，这是顶条啊。对啊，对，啊，这就是囡仔无乖咧讲尻川的啊，就是用这支的嘛。你可以摇看上者，看上者。这支不是普通的顶条，这支是对这个哦南美洲亚马逊内底呢。台语。对南美洲还有一条河，吼。迄条河叫做亚马逊。阿妈孙阿公无顺字。啊无，真正阮知影。是。对亚马逊的这个吼树林内底呢有一丛1000年的老树，哎呦，用这树啊来去做顶条。来，我看是足贵诶。你讲什么？阿妈孙哦，是阿妈落漆的意思嘛？吼，什么阿妈落漆？阿妈亚马逊嘛？嘿啦，哦，1000年的老树哦。是。哦，这看起来袂歹呢。当然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恁家有几个吼，我对身躯对咧酸痛，就摕开烧，摕开甲讲。哎呦，你甲讲了，你就会使感受，感受这1000年哦，日月精华，安尼瞬间灌入去你的体内。安尼哦，灌入你的体内，我灌入你的体内，我1000年的精华灌入你的体内。哎，无头毛会稍等者。阿弥陀佛。你若一直拍我尻川要创啥？我尻川无酸痛。哦，怕酸痛的。这款物件看起来，安尼你讲普通歌，你手机家己用就好啊啦。对啊，这啦，无适合无介啊，我无下用啦。我阮公司产品真多，刷来我举一支吼，阮公司的定点之宝。来，我举咧，这支我用厉害哦。会使讲对今年来讲呢，对日本、安甲美国、美国、安甲欧洲。
吼，刷来安登啊，咱台湾，即摆规个台湾拢流行举这支。喂，我听你咧骗笑，我逐工咧骑奥多摆，这个根本就电动的罗赖吧嘛，乌白钻。这说螺丝的，但你即摆是咧螺丝的啊，我说你的头壳小。喂，对，这索罗西对啦，对，这索罗西。你是不是啊啊，，不是，我念对，歹势，因为吼，我要介绍一支吼，因两支足相像的，你啊，这支较是啊，这支啊，真正是咱这个吼掠灵的神器。哎呦，你甲看卖哦，注意看哦，即马甲开关甲拍开，刷来吼，第一段开始咧动，当呢？不，会断嘞吼，断咧，动咧，你也感觉讲安尼力无够有无？哎，佮要加强，佮甲试落，哎呦，加速。我声有大声的，哦，佮刷来，佮无够，佮甲吹落。哦49段，佮甲吹落。哦，安尼有厉害哦，这个厉害哦。不过你无感觉这个看起来怪怪？哎，这个我的物件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有啊，是不是怪怪？来，我试一个互你看。好，来，咱就抓囡仔唔通。好，唔通，你去看卖，我来讲吼，嘿，这下试看卖，你拢唔相信。嘿，这麻醉嘛，你比如讲你手咧酸痛嘛，手酸痛最早甲出咧，有啊，放开就无啊。哦，佮甲出咧。那乌白哀啦，你们人交个办公室讲恁内底别创啥货？什么感觉啦？是不是感觉袂歹？袂歹呢，真正袂歹啦。对，我去看卖啊。但是你唔通咧乌白哀，人你就讲了对，就别个误会你。哀个敢袂听咧？你看你骂咧哀，你爱修多，你电话该修嘛？真正就爽快啊！对哦，真正爽快哦，真正有效啦。对啊，就讲这个真正是袂歹用的物件袂歹用啊，阮定点直播。是啊，恁公司派你来推销这个物件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你咧真正叫做网啊定牛角，网啊定牛角，对，还有一句，你咧叫做鸟鼠啊正牛角，鸟鼠啊正牛角，两句啊哈，两句啊，拍破鼓咧。来，恁公司派你来推销这个物件，袂歹是袂歹，但是伊安尼真正是网啊定牛角，这是第一句，第二句叫做鸟鼠啊嫩牛角，会记哦？弄一个牛角有无？来，感觉这个经营赞成第一句，请举手。网啊定牛角，网啊定牛角好啊。好来，我定一下牛角去啊。恁两位，来，无对，无对鸟鼠正牛角迄。是因为你看伊要讲过来，你都袂用，你真正是哦。恁拖恁三个，恁三个网啊定牛角好。我第五个，所以迄边是经鸟鼠啊，鸟鼠啊正牛角。是咱叫网啊定牛角。因为吼，我咧感觉讲，我拄则咧介绍物件互恁的时阵吼，恁拢袂，敢若想无去讲到你心内迄个选择的产品。网啊定牛角，敢若是定咧袂疼啦，袂上啊，嘿，我介绍的无成经，无下恁的口味安尼感觉。其实这条真简单，网啊定牛角是无感觉，对啊，无感觉啊会听袂清。对吧？对啊，所以你这边是经鸟鼠啊正牛角，后壁句到我唔知，我是因为知影第一句是无感觉，第一句叫做稳当当，对，阮搭搭。老师对吧？就安怎稳当当。伊的句牛角愈入细个，走袂出来啊。鸟鼠啊嫩牛角啊，你话较读的那走袂出来。我第一句听过第一句。我咧抢着老师的位啊，老师请解答。好，碰哥讲的重点哦，迄这叫牛角鼓。人个师讲啊呜，要分个叫牛角鼓。你看牛角鼓外口较宽，尾啊要分的所在较细，所以网啊顶这支牛角敢有效？无感觉。无感觉。亲像等下你工地做哩草仔布啦，到肥火车，其实哦，网啊顶牛角是做白工，做白工。无菜工，伊根本就袂听。另外就讲鸟鼠啊正牛角，外口伊讲趣味，这其实这句话有两种意思。一种是吼，你天堂有路，你唔去，地到无门窜进来，所以你为内底你整一整，整到尾啊，你都踏实伫遐，所以叫自吹死路。另外一种意思是讲，鸟鼠啊，你整到内底，我要掠鸟鼠啊，就
足简单，伊家装一下，那亲像倒顶年柑安尼，足简单，所以要掠鸟试着温达达。啊，其实上咧推销物件的时阵哦，你会当发觉伊小可像亲像咧扑龙控，所以恁可能对伊较无信心，所以伊所讲的拢是安那做白工，所以应该是帮啊定有角做白工。介绍拢无要好听呢。我咧怨叹啊！来对唔对？不想再了解两句意思，拍过来。